明明想幫佢戒賭，但係一開口就好似火星撞地球咁樣。好多時候，賭者嘅抗拒或者沉默，其實係保護傷口嘅盔甲，怕俾人睇穿戒唔到嘅無助，又驚坦白咗之後，連家人都放棄埋自己。拆解呢種心理防衛，先可以增加戒賭嘅動力。破冰第一式，聆聽式解凍。當佢透露賭癮痛苦嘅時候，唔講批評嘅說話，唔講我早就話過你㗎啦，你可以講我明你好辛苦啊。開啟安全頻道，用心聆聽賭者嘅痛苦，先可以轉化成戒賭動力。破冰第二式，衝突轉化術。賭者或者家人都有可能因為憤怒而終結咗溝通。憤怒源於兩個核心恐懼，唔通連家人都唔愛我？我係咪真係冇能力去改變呢？呢個時候，家人就要堅定咁樣企喺佢哋嘅身邊。當賭博者感覺到自己嘅情緒或者困境被家人接納嘅時候，佢就會降低防衛機制，提升戒賭動力。記住，賭者嘅憤怒係求救嘅加密信號，解碼關鍵在於傳遞不被放棄嘅肯定。